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8月3号。这一期啊，咱们继續聊聊紅綠市場，聊聊滬市啊。今天這個紅綠市場走勢啊，可以說是廣大的金融消費者眉飛色舞啊，又是多收了3五斗啊。雖然指數啊不是特別好看，但那主要是為了迷惑美西方還有日韓股市。今天上證指數啊主動回調0.69%，收在了3809點。不多也不少啊，這是主動回調。深圳成指呢是主動回調0.96%，創業板主動回調1.24%，科創綜指雙創指數啊，一個是回調3.29%，一個是回調5.08%。看上去啊好像回調了一點多，但是你要想一想，那這上周五對吧？那還是漲了的嘛。最主要的是啊。一個是籌碼鎖定性非常好，兩市成交額只有2萬億了啊，比上個交易日啊少了5500億，說明什麼？說明大部分金融消費者都不賣了啊，籌碼鎖死了，任你怎麼忽悠怎麼震盪，他就是不賣，不賣那成交量就小了。而且你看啊，為什麼說金融消費者今天是非常開心呢？雖然指數啊都回撤，主動回撤對吧？主動修整，但是個股非常活躍啊，4005家上漲，大部分老燈股啊都在趁機反彈。那好歹的吧，你已經壓了大半年了，哎，這回彈一彈，讓那些啊拿了老燈股的現在啊開心開心，看到希望。老燈股啊都在反彈，1466家倒車接人，哎，所以說你看今天不要看指數啊，指數好像是綠的，是在回撤。但是恰恰這樣的股市啊，才是健康的啊，才是可以持續的。大部分股票都在漲，一小部分股票在倒車接人，而且成交量極度萎縮，哎，說明這個籌碼啊鎖定性良好，也預示了啊，這個是不是主動回撤啊，敦實基礎啊，這些工作已經做完了，主動夯實基礎啊，慢牛的格局，對吧？再一次得到顯現啊。這一切都是主動啊，非常有控制的、有節奏的在運行。你反過來再看日韓指數啊，這個日韓指數走的呢就非常非常讓人擔心啊。8月3日，日經225指數收跌啊，暴跌，日經225啊是暴跌啊0.94%，只有63754點了。那韓國 KOSPI 指數呢，那更是暴跌啊5.13%呢，暴跌啊！今天又熔斷了啊，其中海力士和三星電子暴跌9%，到什麼程度呢？啊，大家還記得吧？韓國指數 KOSPI 啊，上周五它創了個歷史上最大的漲幅18%，今天又暴跌5%，你說這不就是猴市嗎？這誰能受得了啊？這什麼意思啊？這就是我感覺就那個洗浴中心啊，這邊是這個是0度的水啊，水池子，那邊是50度的、40度的，人家兩邊交替，你說你受得了嗎？一會兒就給你整感冒了啊！上個交易日還18%的漲幅，今天就5%的下跌，暴跌啊！這誰受得了啊？上個交易日 SK 海力士是30厘米啊漲停，今天跌了9%。這貓一天狗一天的，誰受得了呢？所以說你看啊，這韓國人馬上就要整事了啊！根據界面新聞報道，韓國總統辦公室政策室什麼玩意是叫金融犯啊？你說這名字起的，你不找個人給他看一看，對不對？你這名字起的就是個罪犯，他叫金融犯，就是金融犯罪啊，金融犯。這哥們怎麼着了呢？這哥們是因為倉促引進槓桿 ETF 而面臨刑事指控，對吧？這個印度資本市場那個一個副村長，據說是引進量化是吧？反正跟量化有關係吧，跟什麼融券做空啊都有關係。那個村長好像前不久也被帶進去啊，登芙蓉機了。反正你這找個替罪羊啊，對吧？這就是找個背鍋的。你韓國也一樣啊，韓國这自己資本市場不行，就找個背鍋的。這背鍋的就是金融，也可能啊受這個影響。我看胡一進老師啊，馬上要求追查做空的人。上個周五對不對？也是受這個，這前一天晚上美股啊這暴漲，
暴力反彈，受那個影響是吧？然後第二天一開盤，這個韓國指數啊 ，Kospi 啊，就叫脫韁的野馬啊，就暴漲18%嘛。然後這個海力士就漲了30厘米嘛。我在周五的節目說過了啊，那麼漲法是不對的。所以咱們的資本市場你看看多游刃有餘啊！一看這不行，尾盤立馬回調，主動回調。你看這不行，對不對？這麼漲，那不能叫慢牛，對不对？所以說我們主動回撤。上周五呢，尾盤的時候，咱們有關部門对吧，就安排主力啊，從各個板塊上回撤，不要漲那麼多，留一點周一漲，留一點以後漲的，不是？你這一漲這一步到位，怎麼能叫慢牛呢？所以我主动回調。這一回調，胡一金老師不高興了啊！胡一金老師上周五馬上收盤以後晚上啊，就發了一個微博，他不是微博，他不知道在哪兒發的啊！胡一金在百家號上發的，說今天 A 股的表現實在令人失望。其實上周五 A 股漲得不錯啊，對不對？他說表現令人失望，你這不是這唱空嗎？咱們 A 股是壓艙石，是全球資本市场的指路明燈。为全球資本市場指明方向，你看看是不是今天韓國股市就暴跌啊？如果韓國股市上周五它也主動回調一下，它今天就不會跌這麼多。你看咱們是不是游刃有餘？是不是游刃有餘？勝似閒庭信步，從從容容，盡在掌握。那都是因為上周五尾盤主動的，對吧？回撤。既然金融消費者喜歡追，那就讓他們去買，對吧？那主力部隊先回來歇一會兒。所以很多金融消費者買了，對不對？暫時啊被套在山崗上也不要緊嘛，怕什麼呢？所以胡一金老師他說上周五啊表現實在令人失望，他還殺氣騰騰啊，建議查一查今天誰在砸盤，也把中國的金融犯給抓出來。但中國的好像已經抓過了嘛，你還抓誰呢？這胡一金老師有點過分啊，抓了個副村長還不夠啊。胡一金老師他說美股科技股昨夜猛烈反彈，說是周四啊，韓國股市今天股指漲了17.9%，A 股經過前邊的調整又趕上外部大漲，應當說今天 A 股科技股強烈反彈的條件非常充分，所以今天一開盤多隻科技股漲停，創業板漲到10%以上，有很多隻衝擊20厘米的希望很大。但是隨後科技股越來越弱，到了收盤時，漲幅大約比開盤時降了一半。不能不說，這樣的反彈遠低於預期，對股市的信心沒有起到鼓舞作用，反而讓唱衰中國股市就是不行的那些聲音有了新噱頭。胡一金老師啊，終於把自己啊活成了一個，對吧？一個自己討厭的樣子。實際上是他自己在唱空啊中國股市，他的格局太低嘛。你要知道，中國股市它不是為了讓你這些投機倒把的那些投機取巧的人這裡賺點錢。我們中國股市是要當全球資本市場的壓艙石，準備要為全球資本市場指明方向的，是為你那些個別的金融消費者那三瓜兩棗的嗎？格局呢？理想呢？所以你看胡一金老師啊，是吧？一到這個地方，宏大敘事就不管用了。他就關心自己的那個。他的賬戶肯定是沒少賠，氣急敗壞，要查一查誰在砸盤，誰在砸盤，這是國家隊，對不對？主力有意為之，主動回撤，因為漲太多了，很危險。沒有上周五的主動回撤呢，今天一定會暴跌啊！雖然今天科技股是吧，跌的，對吧？主動回撤有點多，那都是因為上一周我們已經撤過了。如果上一周沒撤，那今天你想想什麼個局面吧？所以說胡一金老師他不懂把自己搞得跟一個小散戶是一模一樣，心中沒有了格局，沒有了理想和信念，已經失去了一個對吧？這種中國的投資者應有的這種世界觀格局。老胡建議有關部門查一查，今天是誰在砸盤，誰在對股市信息恢復釜底抽薪。這胡一金老師啥意思啊？你讓監管查監管是嗎？人家壓艙石，人家主動為之啊！是胡一金老師你自己看不懂，對不對？你居然讓監管查監管，對吧？我們每天漲多少跌多少回撤多少，
是以什麼樣的烈度回撤啊？是悄悄的還是要动靜大一點？那都是有，对吧？那都是一切按照既定的方針辦事，是有一套規範的。這胡锦老師只不過你不知道而已，你不懂的，你沒有看明白，那你就在這兒胡咧咧說人家砸盤，誰砸盤？誰在這兒誰敢砸盤？再說誰有那個本事砸呢？胡锦老師他就懷疑了，他開始點名啊！你看他還點名，他說啊，如果公募基金那樣做，或者有國資那樣做，應當嚴厲批評警告。你看，他還區分一下啊，哎，親兒子，對吧？這麼幹的罵罵就行了，批評一下，罰酒3杯。要是那個啊，游資或者是什麼，對吧？民營資本，那就是該抓人吶。你看胡锦老師這個時候啊，還害怕誤傷了自己人。對吧？你開炮我也不要打橫炮啊，炸着自己人呢。所以胡锦老師馬上補了一句啊，如果是發現是公募啊、國家隊啊、什麼國有資本在賣，那也得批評啊。那言下之意就是，如果是游資，对吧？什麼量化、民營資本這麼幹的，在那拋做空，那就是抓呀，你要好好的查一查呀。然後胡锦老師說啊，中國的股市信心正在一個敏感的十字路口，可以鼓，絕不能泄。這個胡锦老師說的不對吧？中國股市的信心，這早就对吧？咱們是壓艙石，你得從這個高度去看問題，不要老站在自己那個賬戶上看問題。你站在自己的賬戶上看問題，老裝這個小我有什麼用呢？對吧？你那個賬戶，你自從把錢放進去，你就當捐款了，對吧？你獲得是什麼？你不要再想着你的賬戶啊，是漲2倍、漲3倍，還是除以2，還是把後面一個0抹掉了，還是把前面一個大數給抹掉，這些都不重要，是吧？重要的是你花了那點錢，你已經親身參與了，指導美國人，指導美西方，指導亞太股市怎麼運行，對吧？你是參與者，你應該感到驕傲，感到自豪。花那點錢算什麼呢？你幹什麼還不得捐款呢？獻愛心啊！這不一個道理嗎？對吧？你現在可以在這兒，對吧？以自己的實際行動讓美國人，覺得汗顏。他們那個資本市場，你看看，亂糟糟的，走下坡路，崩潰式上漲，沒有任何前途，對吧？亞太股市那更是，那就是猴市啊！所以丁老師應該以自己的這個以身作則是吧？然後去影響感化那個日韓美西方的投資者。也讓他們知道什麼叫合格的投資者。合格的投資者不要老天天看自己的賬戶，對吧？看他3瓜2棗的。所以我一直強烈建議啊，就是有關部門就應該出台相關規定。如果你要打開自己的賬戶，交10塊錢，打開一次10塊，看一次10塊，對不对？而且每次一打開只給你30秒，30秒看完这直接就關上。你再想看，你再交10塊，就非得好好治一治。对吧？他老是盯着自己那3瓜2棗的。维维老師早就說了嗎？维維老師早就說，對吧？你自己身上那點那是小頭啊，那是很小的一部分呢。你的大部分是在那邊，對不對？在大頭那兒，你或者你老是盯着你自己那點有什麼意思呢？然後那點錢你已經捐出去了，對不对？你都已經捐進去了，捐出去了，你還天天看着，好像是自己的錢一樣，這心態不行啊。對吧？那個錢你一旦把它轉到這個證券賬戶裡面，你就當做是捐出去了，就和你把錢交到某什麼慈善基金會是一個道理嘛。人家怎麼花那人家的事了，對不對？你還在這老覺得自己在這是你的錢，這個認知是錯誤的啊。就是你把錢，当你從工行的把錢到那個券商賬戶的時候，就相當於啊捐出去了，對吧？應該有這樣的認識。你給韓紅基金會捐出去了，你還跟他要回來是嗎？完了之後還看，韓紅啊，我的錢捐進去了，你是不是理財我還賺了，翻倍了是吧？沒有這道理啊，是不是？你上哪兒去都說不出這個理。所以那個錢進去了就是捐出去了，捐出去了你得到什麼好處呢？就跟那個韓紅那個基金會一樣的，你做了慈善嘛，對吧？你把錢給他。這個你把這個錢交到券商那兒，你也是对吧？你是以自己的以身作則去指導美國人怎麼作為一個合格的投資者，指導韓國人不要加槓桿，對吧？
要做長線投資者，對吧？要做時間的朋友，是不是？這個意義多大呀？這個讓美西方、讓亞太這些投資者都覺得自慚形穢，是吧？就自己覺得慚愧呀。所以說，胡锡進老師在這兒，誰在欺啊？誰在污蔑中國的資本市場？恰恰是胡锡進老師這樣的，他把中國資本市場據為己有啊，以為中國的資本市場是为了給他牟利的。這個怎麼會有人有這樣的想法呢？個別的小散啊有這樣的想法，那是小散他認知不夠。胡錫進老師對吧？這樣大的人物，他有這樣的認知，他把資本市場當成是他家的，為他服務的。你這差着10萬8千里啊！這個認知啊，確實對不起他那個退休金啊！我是建議有關部門呢，把他退休金除以2，甚至激烈一點，把他前面那個數字給他抹掉。要不然他老动不动讓查这個查那個，這誰受得了啊？對吧？都是在革命工作，都是在指導美國人怎麼投資資本市場，怎麼運行。你老讓人查這個查那個，誰還能安心工作呢？那後面胡錫進老師說的那就更是笑話了啊！他說啊，股市繁榮無疑會帶動市場繁榮，振興股市是股民的期待，也是有利於國家綜合發展的大好事。你說胡錫進老師這話說的，股市繁榮帶動市場繁榮，或者沒有股市，他這是矮化股市啊，把股市革了，對吧？股市的我們股市最主要是，對吧？要讓美西方感覺到我們是清場，是遙遙領先，對吧？在資本市場一樣的是吊打美西方，讓美西方跟着我們後面學習，對吧？這體現出一種制度自信。這胡錫進老師把他搞成一個把它矮化成什麼？矮化成好像是他們家的那個聚寶盆，然後他還代表所有的股民，他說啊，振興股市是股民的期待，這不是的啊，為全球資本市場指明方向才是股民的期待，對吧？你這振興股市讓你多賺點錢，那是胡錫進自己的私心，所以胡錫進老師他不停的一有機會啊，就給咱們的股市抹黑、矮化，這樣的人才是真正的唱空中國、抹黑中國。啊，這個希望大家注意啊！所以胡錫進老師就建議啊，查一查周五啊誰在砸盤。就我感覺是不是胡錫進老師聽了這個任澤平老師的忽悠，6月份痛定思痛是吧？把其他老燈股割了，然後一頭扎進光裡面。然後7月份這一震盪之後啊，發現自己光着屁股站在光裡面，然後好不容易等着对吧？哎呀，這個解套了。7月31號，你看看，對吧？韓國指數漲18%，那個存儲芯片，對吧？人工智能科技股暴力反彈，他也幻想着，对吧？胡適，我們這一暴力反彈，我就解套了。結果一看，彈了半截，對吧？主力下去了，主動的，對不對？回撤，胡錫進老師解套的夢破碎了，那心在滴血呀，所以怒不可遏。一收盤就寫了篇文章，建議查一查。誰在砸盤？經濟觀察報啊，看了一篇文章，叫月虧336萬，一位 A 股追光者7月驚魂。實際上說的就是胡錫進老師啊，但是胡錫進老師月虧多少咱不知道。那胡錫進老師肯定是追光了，然後光着屁股追的，完了之後現在褲衩子還沒找回來，對吧？丟人丟大發了，所以惱羞成怒啊，也建議要查一查誰在做空。說7月30日上午10點，上海的盛夏熱浪灼人。剛趕到公司上班的小楊打開炒股軟件，自選股頁面一片沉鬱的綠色，這個風景好啊。小楊名下總資產約600萬元的賬戶直接跌去67萬，其重倉的東山精密跌停，另外2隻持倉股中旭創和元傑科技均大跌10%。小楊整個人都呆了，他的賬戶使用了券商融資融券業務提供的資金，加碼槓桿後遭遇持股大跌，賬戶已經跌破130%的平倉紅線，需要追加超過90萬元資金，否則將被券商強制平倉。但這筆資金小楊已無力籌措，就是90萬啊，要加倉，要追加保證金呢。沉默片刻後，他在手機上下達了清倉指令，
成交資金自動優先償還融資負債。那一刻，他上半年積累的326萬元盈利瞬間化為烏有，本金還虧損約10萬元。7月30日 ，A 股科技退潮登上熱搜榜。今天是炒股以來最煎熬的一天，兩融賬戶單日淨資產暴跌35%。一位重模塊的投資者在社交平台上寫道：“這些投資者就是當下 A 股市場裡真正站在光裡的人。在股票交流社區中，光有着清晰的圈層定義，狹義特指光模塊，廣義延伸到由通信、半導體、存儲芯片共同構成的 AI 算力硬件核心賽道，也是今年上半年 A 股資金湧入最兇猛、漲勢最強的科技主線。問題是，辛辛苦苦大半年，表面上看掙了不少，是吧？翻倍了，但是最後一把清零，那辛辛苦苦為誰忙呢？為啥會出現這種現象呢？為什麼掙了這麼多還不走呢？還要掙多少呢？投資者抱着對光憧憬聚集起來，但誰也沒有想到行情會在7月突然轉向，回調來得又快又猛，在1個月內甚至更短的時間裡，就把不少上半年的收益全部吞噬，甚至把本金都虧了進去。不少前期追高進場的投資者不僅没能吃到光帶來的上漲紅利，反而直接站在了山頂被套。我現在懷疑胡一靜老師就是這樣的。為什麼他氣急敗壞呢？按道理說他應該對吧，心平氣和啊。胡一靜老師已經对吧很長時間啊，大概有2年对吧，沒有為資本市場發過言了，說過任何評論。結果上周五一收盤，他馬上就氣勢洶洶，是吧？殺氣騰騰，要好好查一查哪些人做空。顯然啊，胡静老師一定是虧慘了，褲衩子都套飞了啊！現在解套又增加了指數級的難度啊！從上半年一路向上的行情狂歡，到短時間內急速降溫退潮，一場追隨光的奔赴变成讓人哭笑不得的虧光。追高入場的投資者成了這輪行情波動裡最受衝擊的群體，也讓更多人體會到擠上熱門賽道的風險。小楊出生於1998年，2021年下半年，23歲的小楊開始投身股市。這一年11月，他以本金5萬元重倉久安醫療，隨後這只股票成為市場新冠抗原概念龍頭，迎來了一輪強勁的上漲行情。2021年10月底，久安醫療股價從5塊2毛8漲至2022年4月73塊每股，哇，這漲了10幾倍啊！當本金從5萬元漲到10萬元，小楊將該股清倉落袋為安，翻倍了啊！輕鬆的就賺了5萬。從股市賺到第一桶金後啊，小楊在股市裡一路摸爬滾打，他一度陷入追漲殺跌的惡性循環，早盤虧損就立刻割肉換股，有時一天挨2頓打。2022年到2024年，他平均每年虧損數萬元。他也嘗試打板，即漲停時買入熱門個股，博次日高開溢價。然而第二天，這只股票以漲停價開盤之後，卻單日大跌18%。後續他做短線交易也持續虧損。小楊痛定思痛啊，轉變思路，花時間多研究股票，閱讀機構研報，到投資論壇中跟股友交流投資心得，依靠基本面、邏輯面選股。2025年初，正逢深度求索大模型橫空出世，引燃資本市場科技板塊行情。當年3月啊，小楊投入20多萬元滿倉宏進電子，看好該股的算力租賃概念。起初這筆投資的浮盈達到了30%，但之後啊，該股股價觸及47元高點後持續下行，長期在30元附近橫盤。7月8日，他再度加倉20萬元，2天後他又減倉宏信電子，換入2只創新藥標的。2025年7月11日，2只創新藥股價在盤中衝擊20厘米漲停，讓他信心大增啊！定下目標，從本金40萬做到100萬。很快，小楊持有的一只股票1個月內股價上漲6倍，1個月漲了6倍啊！他的賬戶浮盈超60萬，很快達到了100萬元的目標。到了9月，創新藥走勢疲弱，
小楊賬戶裡浮盈60萬元，縮了水一半，他決定開通兩融業務，並融資介入50萬元，疊加自有資金70萬，賬戶總資產達到120萬。滿倉這兩隻創新藥標的，說白了，他一共他就是40萬的本金吧。A 股市場科技股行情愈演愈烈，依靠槓桿重倉 AI 硬件產業鏈標的，小楊的股票賬戶總資產在2026年6月末超過了900萬元，這可以100融資加倉是吧？那個120萬，然後漲了幾倍幹到900萬了。上半年賬戶浮盈突破326萬元，僅6月單月便斬獲100萬元收益。進入7月，小楊篤定科技行情遠未結束，始終維持滿倉加槓桿狀態，所有盈利繼續留在賬戶裡進行投資。轉折毫無預兆地降臨在7月，全球資本對 AI 景氣度預期分化，支撐 AI 硬件走強的供需邏輯不斷鬆動，依靠 AI 蓄勢的存儲芯片、半導體板塊持續走弱。小楊7月份的投資賬戶收益曲線圖顯示，一條紅色淨直線在震盪中一路向下，月末更是近乎垂直下墜。截至7月30日，淨資產收益率單月大跌78%，大幅跑輸各大指数，年內收益虧損10萬元。也就是說小楊在短短1個月內合計虧損337萬元。7月28日，小楊還在高呼自己堅定持有光模塊龍頭。7月30日清倉後，在還完融資資金後，小楊的本金還剩約90萬元，那還是賺了50萬他一共就投了40萬嘛，那他還有，對吧？手上還有90萬，那不就賺了50萬？那還是可以的翻倍了。但被問及還有可能再相信光嗎？小楊說可能準備退出市場了，也不玩了但是退出市场的諾言維持了24小時不到。吃過虧的小楊7月31日上午還是沒有扛住槓桿的誘惑，他又湊了近10萬元，以本金100萬元加上借來的98萬元重新出發了。什麼意思又湊了200萬呢。這次他依然是滿倉押注，只相信光。那他是7月31號進去的那今天差不多了，褲衩子都赔飞了那今天調整的就是光嘛，他是7月30号追高进去的嘛，当天就对吧，这褲衩子就要掉了，今天徹底扯下來。本來他應該是掙了50萬對吧，投了40萬掙了50萬，他可以對吧，宣稱自己勝利對吧，圓滿，再也不玩了。結果他沒有，接着借錢，接着往裡整。什麼時候可以徹底不玩呢？就是他把他自己的手上的錢全部賠掉，然後把父母的能動的錢全部賠掉，家裡的房子也賠掉。只有這個時候他才不加槓桿。他不加槓桿不是因為他不想加了，是因為他真的沒錢加了。這個時候他才徹底的放棄。就跟地保一樣，加無可加。他不會主動的說有錢不加槓桿。他父母那兒還有退休金，或者父母那兒存折還有錢，他不加。七大姑八大姨還能借來錢，他不加，不可能的。這樣的人，嘗過槓桿的甜頭的人，對吧？一定會死在槓桿上。這個小楊差不多了吧，對吧？7月31號追高進去了嘛，那天本來就是高開，尾盤就褲衩子都賠飛了。今天再來一個，對吧？科創板5%的下跌。這個韓國青年也一樣韓國24歲大學生李承浩的經歷，成為本輪股市震盪的最真實的縮影。他拿出10萬本金，借助5倍槓桿入場炒股，跟小楊一樣短短4周時間，賬面盈利暴漲至136萬，那漲了多少倍將近14倍快速獲利的幻覺，讓他堅信可以依靠投機實現財富逆襲。可風光轉即逝，僅再過4周，所有收益連同本金全部零，一場暴富夢徹底破滅。7月28日，韓國大盤暴跌接近11%，行情波動劇烈，交易所不得不緊急暫停交易20分鐘，穩定市場。這場大跌直接引爆風險，共計32萬個散戶賬戶遭遇強制平倉。數據顯示，爆倉人群中超60%是20至30歲的年輕人，
嘿，这一代年輕人啊，完了。韓國這一代年輕人本來是人生贏家，為什麼人生贏家呢？你看他不生孩子，不買房，不負債，就是人生贏家。哎，結果啊，在胡適對吧，在他們的資本市場一把給他們套住，想跑對吧？風險根源離不開槓桿 ETF 帶來的連鎖踩踏，很多年輕人不甘於普通薪資收入，急於擺脫平庸生活，渴望快速跨越階層。行情上行階段盲目加碼槓桿，槓桿能夠放大收益，同樣會加速虧損。一旦行情反轉，幾乎沒有留出止損緩衝空間，大量年輕人一夜之間資產蒸發，陷入晴天霹靂式貧困。這場風波也敲響警鐘，資本市場不存在穩賺不賠的神話。但是啊，這句話要想領悟啊，那必須是腦袋撞南牆，徹底啊撞破為止。就這種話，大家聽一聽好像都能懂，但是真的要把它當做一個奉行為一個行為準則，那是不可能的。那必須是刻骨銘心，刮骨療毒啊，真正的體會到才行。否則的話，但很多人他理解不了，他認為這有什麼關係呢？那誰加槓桿，誰炒股不都發財了嗎？為什麼我就不行呢？依靠槓桿博弈短期行情，把財富寄希望於市場運氣，最終大多難逃虧損結局。這個玩意兒就像炸金花一樣的，我給大家舉個例子吧，有點像啊，炸金花。就是炸金花，你每次你都梭哈，你每次啊，你都把你所有的贏的錢往裡一放，全放，氣勢上把對手給鎮住了。對手總是怕，對手一看，哎呀，一個小花都不敢跟你叫板，為什麼呢？他害怕你是豹子，你看氣勢對吧，這麼足，所以你每次都能贏。但是你每次都是把所有的贏的錢一把放進去，好，你只要輸一次你就沒了嗎？只要輸一次啊，人家這回好了，人家抓了3個槍，還怕你嗎？你還真抓個235啊，所以人家就跟你幹，你全上，我也全上，我借錢上。幫他一把把你贏走了，你就贏了一晚上，對不對？你一晚上都在贏，最後一把沒了。你只要輸一把你就沒了，輸一把就翻不了身，沒了。槓桿就是這樣的，你加槓桿，它只要來1-2個暴跌你就沒了啊，20%的回調基本上你就受不了了，就褲衩子都沒了，因為你加了槓桿啊。所以他要求你必須，你像美股你加槓桿有可能行啊，但是也會把你褲衩子都賠飛。因為美股中間，美股總體上是一直向上走，而且創新高，但是它中間每年都有那麼1次2次的暴跌，那個暴跌就是殺槓桿的啊！你賭對了方向，但是你只要加槓桿，一樣的會死啊！但是你沒加槓桿，你說我就是本金對吧？就這麼玩也可以。那美股10年慢牛，你是能賺錢的，但是你要加槓桿，美股你也賺不到錢。對吧？它每年都有那麼1次是吧？深度回調，20%、30%往下一殺，而且特別快，殺下去，然後它起來也快，然後又起來又創新高，但是你，對吧？已經犧牲了，這就是殺槓桿、殺融資盤。但是，一旦用過槓桿的人，拿槓桿賺過錢的人，他根本就接受不了拿本金慢慢玩啊。這個道理是非常簡單的啊。既然你看好這只股票，你認為它一定要漲。那你為什麼不把全倉進呢？既然你全倉進，你為什麼不還加槓？因為你認為它一定要漲啊，對吧？你堅信不疑啊，所以啊，這就是命啊。但是胡錫進老師啊，他是堅決不加槓桿的，他自己說了啊，遠離槓桿。但胡錫進老師哪天也用上槓桿的時候，差不多啊，就是他是吧，要高墜的時候啊，他不用槓桿，他要把他的70萬賠乾還不太容易。他要一用槓桿，那他那70萬賠掉很容易啊。現在基本可以斷定啊，胡錫進老師被高科技啊給套住了，解套無望。好，這期節目我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點讚、評論，謝謝大家。